后来这个风台的风台尾，伫中南部变大雨，高雄、屏东部分的地区，就透早过来落这个雷公雨，结果美术馆附近的河体淹水淹到真正力，这大路拢变黄溪路，参这巡逻的警车嘛雨水淹去。啊，若左营嘛有新起的大楼，这个烂土水是灌入去地下室，住户大家是协力用马身来挡水。 住户当地的社区地下停车场入口想要砸拖沙水，不过水伫灌入来，民众根本无法。有住户放弃直接撩水行到地下室，看到家己的车浸伫咧水内底，心情就够歹。规对面大楼看过去，敢若看到住户处处一气，无应该变过。地下室靠拖沙水灌入来地点。 就伫咧高雄左营美术馆附近的大厝梯，因为军营伫咧附近，阿兵哥赶紧来救援，不过道路淹水，根本就看袂到路边。吉林省高国丹当地民众拍开窗门看，发现淹水淹超过链仔，含警察车就浸伫咧水内底。有驾驶发现无对当，伫咧路口赶紧洗翻头，啊那高山淹得街，都老多人倒在床受困。 路口先大风，上大雨，见小阿姨4大人撩水离开车，跟带到区公所安置。啊，若风雨过，要如何重建家园，和民众头壳摸里修？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